哋都係嚟睇梅堂㗎，歡迎歡迎，烏拉斯。太近，ごめんごめん，我仲未習慣人類嘅身體，待てよ。皆さん梅堂です。はじめまして，等我介紹下自己先。我係梅堂，係梅木堂呢個梅堂。英文名嘅話咧係梅 Candy， 係一粒梅堂史魔。我喺魔法學院裏面學習魔法同埋研究人類。我好中意人類同埋人類嘅遊戲，所以嚟到地球實地視察。除咗做研究之外，我亦都好想將魔法同你哋分享，以後就請多多指教啦。如果我個名太難寫嘅話，你可以直接寫做普通嘅梅堂，或者簡稱我做糖都得。關於我呢，梅糖係一粒成年但係冇過期嘅糖。就當我一直都等於人類嘅18歲啦，唔准懷疑，問題係魔法。梅糖嘅性別係糖，而家嘅身體係女性人類。我嘅身高係59朵梅花，本體嘅話呢就係2朵梅花咁高。聽唔明？以人類嘅單位嚟講，一朵梅花大約係2.5 cm，59朵就係唔話你知，想知自己去計。體重嘅話呢就係一粒糖加一份魔法，總共係12 gram。梅堂喺地球嘅降落地點係香港，所以我係個港 V。平時主要會用嘅語言係廣東話，不過國語同英文我都完全冇問題。之後嘅影片亦都會同今日一樣有字幕，所以唔使擔心。既然係初次見面，俾你哋靠近啲望下我啦。我嘅頭髮係梅子嘅紫紅色，眼睛就係淺焦糖色。有冇留意到我劉海上面嘅髮夾啊？上面係3粒金平糖，又可愛又好食。我嘅背梁帽上面係梅花形狀嘅裝飾，而我心口呢一個呢，就係參考我本體做出嚟嘅梅糖棒棒糖。至於我嘅外套，我特別中意兩邊袖上面嘅蝴蝶結，係咪好彈好可愛啊？我件衫下面黃色嘅部分係融化嘅糖漿，但係放心，呢度施咗魔法，所以唔會滴落嚟嘅。喺天氣熱嘅時候呢，我嘅外套同埋帽都係可以除落嚟噶。咁我就冇咁容易熱到溶咗啦。當然要變成而家呢個狀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如果得我自己一個，一定係做唔到噶。多謝建模魔法師露露幫我製作 Live 2D 嘅部分，露露老師都係 VTuber， 大家可以去望下。另外 Special thanks to Ligo， 佢由我中間買電腦開始，之後去到俾意見、處理檔案等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幫助我好多。Thank you， thank you。至於設計嘅部分呢，就係我自己嘅魔法變出嚟嘅。呢個就係我嘅設計圖啦。然後經歷咗超過1年先至變成而家呢個樣，雖然好唔容易，但係我學到咗好多嘢，亦都好開心。希望你哋中意做出嚟嘅效果。關於我擅長嘅魔法呢，主要有2種。第一種就係啱啱提到嘅繪圖魔法，就係用嚟變我而家呢個身體出嚟嘅。而第2種呢，就係我喺魔法學院嘅主修魔法言說魔法啦。喺地球概念比較接近嘅呢，就係講嘢。等陣，唔好咁失望住先。言說魔法唔止係講嘢噶，如果好好運用嘅話，可以有特別嘅效果噶。我之後再展示俾你哋睇啊。有機會嘅話，我都想同你哋分享點樣用言說魔法嘅技巧啊。關於我點解要咁努力學習魔法，其實我係為咗實現我嘅夢想。我嘅夢想就係為世界帶嚟幸福。所以作為呢個夢想嘅起點，我未來會製作幾個唔同類型嘅影片，同大家分享魔法同埋快樂。首先，逢星期3會有 Draw with 梅在畫圖嘅影片，各位繪圖魔法師可以嚟同梅堂一齊練習，一齊進步。另外，每隔1個禮拜日都會有遊戲影片。我主要中意嘅遊戲類型有 Platform 啦、Adventure 啦、一啲劇情遊戲、Horror Game 同埋 Simulator。未來都想同你哋分享我玩遊戲有趣嘅片段。除咗呢2種恆常影片，未來亦都會不定期掉落一啲日常嘅 shorts 啦、治癒心靈嘅言說魔法同埋其他特別企劃。目前預定會做嘅企劃同埋影片包括第一個就係繪圖相關嘅聯動企劃啦，希望可以同其他繪圖魔法師一齊玩。第2個呢，就係梅堂嘅人類研究系列，之後我會收集唔同類型嘅投稿，一齊研究人類嘅多樣性。第3個就係觀眾參加型影片，雖然我唔會開台，但係我好中意互動。有機會嘅話，我都想同大家一齊玩一啲唔同嘅多人遊戲。
如果出現有趣嘅情況，我都會試下做成短片㗎。企劃同埋言說魔法嘅私放 CD 時間比較長，不過有啲係可以重複用㗎。如果想試下魔法嘅治癒效果，可以 subscribe 咗我先，咁之後上片就唔會錯過啦。既然有投稿同埋參加營嘅內容，咁可以喺邊度揾到？冇錯，除咗 YouTube 之外，喺其他平台上面都可以揾到我。呢個係我嘅 Twitter、IG 同埋 Blue Sky， 歡迎嚟 follow 我，得到更加多我嘅資訊同埋同我互動。另外我亦都會開放棉花糖同埋 Discord 嘅 server， 連結可以喺任何一個平台或者下面資訊欄嗰度揾到。投稿類嘅內容可以掉到去 IG 嘅問題箱或者係棉花糖裏面。記得加埋指定嘅 hashtag， 等我知道你回覆緊邊個主題。如果唔係特定嘅主題，但係有嘢想俾我睇，或者想同我講嘅話，都可以掉棉花糖俾我全部都會睇㗎。而 DC server 就係我有機會出現揾人玩嘅地方，歡迎嚟同梅糖一齊玩啦！翻嚟 YouTube 呢一度，由今日開始第一個禮拜會有超豐盛7日連續上片。第一日呢，就係今日嘅自我介紹影片。聽日開始就會有遊戲影片，我會玩一個小兵魔翼遊戲 I am not a robot， 大家可以嚟睇下梅糖點樣證明自己唔係一個機械人啦。去到禮拜2會分享繪圖魔法嘅小技巧 Line of Action， 對繪圖魔法練習有興趣嘅魔法師可以一齊嚟睇下，之後我哋嘅練習都會用呢一個方法㗎。禮拜3就係第一次嘅繪圖魔法練習時間 Draw with 妹，我哋就會直接去用下 Line of Action 練習，大家可以一齊嚟試下。禮拜4就會係第2次嘅遊戲影片，梅糖會去試下人類嘅打工生活，好期待啊！到底係點嘅呢？不過聽講好似係有啲恐怖嘅工作嚟㗎，不過我諗冇問題嘅，梅糖一定做到。跟住落嚟，去到禮拜5就會係一個言說魔法小技巧嘅分享。至於呢一個小技巧係咩，到時你就會知。你哋學識咗嘅話，都可以試下用喺自己身上。記得有興趣就要禮拜5嚟睇下啦。去到禮拜6出道之後最後一個影片，就會係第一次嘅言說魔法示範，希望大家會中意。希望呢個影片可以幫到你哋去放鬆 relax 或者任何，總之你中意就好。禮拜6你睇下就會知道噶啦。跟住咧翻去原本嘅 schedule 嗰度，由再下一個禮拜開始，就會好似前面講咁樣，每個禮拜3會有繪圖魔法時間 Draw with 妹，每隔一個禮拜日就係遊戲時間，約定你哋啦。以上就係梅糖嘅初登場自我介紹。有咩想知道嘅話咧，可以喺下面留言或者掉去棉花糖嗰度俾我知道。今日咧就嚟到呢一度啦。暗之魔法好似感應到啲嘢咁嘅。等陣先。Hi guys， 我係召喚梅糖嘅普通人類，恭喜你發現咗彩蛋。有啲嘢唔適合由梅糖去講，但係我都好想同你哋分享。我實際上係點解會選擇嚟到呢度做 VTuber？ 由我接觸網絡開始，我就見到好多好痛苦嘅人，唔知道可以飄去邊度，亦都有好多好溫柔嘅人，好努力去接住呢啲情緒。呢個就係點解我咁中意呢個網絡世界。有好多人喺度努力修修補補，亦都有好多人喺度互相救贖。但係呢度都係爭咗啲嘢，有啲人都係冇被接住，有啲人點樣努力都係捉唔住網絡對面嘅嗰個人，好多人都係痛苦緊。所以我選擇咗我嘅專業心理學同輔導。我喺大學 double major 嘅科目，我發現咗單靠善意同努力係唔夠嘅，專業都係有佢存在嘅必要性，但係同時都係呢一種專業性將好多人拒諸門外。無論係想得到幫助定係想幫助人嘅人，呢個部分其實我好多嘢想講嘅，但係就留俾以後嘅梅糖呢。翻嚟，點解我會選擇嚟做 V？ 其實一開頭呢，我係想做 V therapist 噶。但係考慮過之後，有好多專業道德守則嘅嘢都處理唔到，唔可以都唔想做危險嘅嘢，所以最後我就嚟到呢度啦，做翻普通 VTuber 會做嘅嘢，再加埋一啲 self care 嘅 resources 同埋知識，我就
退返後一步，做我做到嘅嘢。想用魔法帶嚟幸福，唔係淨係一個仁慈嚟嘅，我係認真嘅。所以如果你想得到一啲快樂，或者想一齊令到呢個世界變得再溫柔啲，如果你諗起梅糖，可以嚟睇下。普通人類嘅說話就講到呢度，祝一切安好，以後再見。最後返嚟啦，睇嚟我都係要多啲去練習下魔法嘅穩定性啦。喺結束之前，等我嚟公布埋第一個投稿項目，就係我哋嘅啡領啦。無論係可愛嘅定係搞笑食字嘅，只要你有諗法，都可以喺下面留言，或者投我嘅棉花糖 DC Group 或者我 social media 相應嘅 post 下面。好期待收到你哋嘅創意啊！唔好唔記得，聽日開始就會有我嘅遊戲影片，咁記得我哋下次見啦，拜拜。